曹溪南華寺係六祖一生宣講佛法嘅地方，亦係供奉六祖菩薩真身嘅禪宗祖庭。每年都有唔少佛教徒慕名遠赴當地朝聖。根據《六祖壇經》嘅附囑品記載，唐玄宗年間，六祖喺廣東嘅國恩寺參加齋會後，就同門徒告別，開示後隨即打坐入定。大師圓寂後真心不壞，門人將肉身移送到寶林寺，並塗上香泥，以保持六祖生前嘅形象。雖然喺近代百年歷史風雲中，六祖真身曾經受到人為破壞，好在仍然可以得到妥善保存。雲門寺嘅佛緣方丈當年保護靈骨，就佢親眼所見，六祖嘅靈骨喺1200幾年後，唔單止色澤金黃，而且堅硬沉重，簡直不可思議。根據考古學家同南華寺常住嘅考證，六祖嘅真身確鑿不假。今次咧，我哋真係好有因緣，能夠咧喺一行咧有80人咧一齊咧嚟到韶關南華寺咧去參學。咁我哋去禮佛之餘咧，其實我哋都去一睹咧六祖菩薩嘅真身。咁真身咧，其實有啲乜嘢令到我哋可以有體驗同埋學習咧？真身咧係代表咧佛法嘅真義，長住於世。我哋希望我哋嘅學員，我哋大家一團人咧，透過今次嘅參學咧，能夠學習祖師嗰種嘅堅毅，將佛法咧點樣去弘傳。因為我哋佛法咧喺世間裏邊咧，我哋唔可以咧脫離世間嘅基礎，然後再用佛法咧去增講我哋佛法嘅真義。所以喺六祖壇經都裏邊講就係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咁呢個覺呢個字呢，就要覺世間，然後透過佛法去點樣去融入，能夠讓我哋每個人呢都有一份嘅歡喜自在。六祖真身依家供奉喺南華寺內嘅六祖殿入面，受萬世敬仰。我哋有幸瞻仰六祖嘅真身法相，懷緬大師嘅遺教，大家都充滿法喜。最後團圓喺院長嘅帶領下，環繞靈照古塔，隨步念佛回向，圓滿呢一次殊勝嘅參禮六祖慧能禪師祖庭之旅。